初經濟有改善，失業率回落，但建造業仍然係重災區。重溫當年報導。胡德明做咗大概夠20年。咁喺咁嘅情況之下，即係我自己嘅感覺就係心淡。胡德榮做咗建築工人10幾年，佢話每逢經過舊區都好感慨，因為如果政府多啲重建舊區，會令佢哋開工機會增加。現時全港仲有唔少舊區好似油麻地果欄一樣需要重建或者係更新。建造業總工會估計，如果全面開展呢啲計劃，最起碼可以提供3至4千個就業職位。建築師學會贊成加快重建步伐，預計灣仔同觀塘區嘅規模會較大，重建都可以令到多個專業界別受惠。測量師啊、規劃師啊，佢哋能夠可以制定嗰個總體嗰個發展嘅需要。建築師啊或者工程師咧，就喺嗰個樓宇嗰個改建啊，或者甚至園景師咧喺啲街道嘅重建咧，都係會參與嘅。佢強調舊區重建同更新能唔能夠成功，關鍵在於舊區居民嘅意願係咪受尊重，同埋能唔能夠保存舊區嘅特色。